大家好，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個故事。有一位獨居嘅婆婆，自從丈夫過身之後，就一直一個人住。佢嘅屋企人因為住得比較遠，唔可以成日去探佢。有一日，婆婆喺屋企跌倒，自己起唔到身，幾日都冇人知道佢出咗事。後來屋企人特登開車去睇佢，可惜當揾到婆婆嘅時候，已經錯過咗最佳嘅救援時間。所以建立適當嘅安全同埋支援措施真係非常重要。華福長者綜合照護中心 CSC PACE 一直致力幫助合資格長者喺得到全面照顧同埋支援嘅同時，仍然可以安心繼續喺屋企生活。其中一項令好多家庭好安心嘅服務，就係個人緊急求助系統 PERS， 俗稱平安鐘。呢個係一種可以隨身佩戴嘅緊急求助裝置，好似吊墜或者手錶咁樣。長者遇到緊急情況，例如跌倒或者係突然間身體唔舒服，只需要撳一個掣就可以即時聯絡家人或者係911求助。對好多住得比較遠嘅家屬，真係會安心好多。除咗緊急支援服務之外，位於 Alhambra 嘅華福長者綜合照護中心 CSC PACE 為長者提供一站式嘅日間照顧同埋醫療服務。嚟日間老人中心可以享受營養餐飲、同朋友打波、運動、唱歌、跳舞同埋各類嘅興趣班，仲有會員專用診所可以睇家庭醫生、物理治療。我哋有專車接送你去睇專科醫生，包括牙科、眼科、針灸推拿、處方藥等等㗎。參加華福長者綜合照護計劃，你唔單止睇一位醫生，而係有一個專業團隊一齊照顧你嘅健康，幫助長者維持健康、獨立生活，安心咁樣喺屋企養老。歡迎聯絡 CSC PACE 了解更多嘅詳情。